香港人點解咁中意北上置業？經濟差定係消費降級？我同你哋講啦，兩樣都唔係啊！無論港人北上消費定係北上買樓，核心原因都係可以用更少嘅錢有更好嘅體驗。好多人北上首先都係食嘢先啦，人均幾十蚊就可以好多選擇啦，雞又新鮮，海鮮又平，仲可以體驗到好多當地美食。平都係其中一個方面啫，最緊要出去食飯嘅餐廳地方大，環境好，而且服務又好，唔使限制你食幾耐，整體嘅體驗可以話試過都翻唔到轉頭啊！果然啊！所以我識嘅好多港人呢，其實一開始都冇諗住話北上買樓嘅，都係先上嚟玩食嘢、按摩、入油，再到山姆買嘢。咁嚟多咗之後，發現其實每次過嚟呢，其實都要住酒店噶啦。而家珠海都有樓盤係首期幾萬蚊，月供3、4千，不如考慮買翻間度假屋啦。以後北上消費有個地方住，而且大家都知道好多港人喺香港係會租迷你倉擺雜物㗎。咁香港租個迷你倉都要千幾2000蚊啦，北上喺大灣區買個單位，一個月供先3000幾，有間度假屋，仲可以攞間房嚟擺雜物，慳翻香港租迷你倉嘅錢，用嚟供翻層樓喎，一舉兩得啦，冇得輸啊！如果各位香港嘅朋友仔都有類似嘅諗法，我呢度咧整理咗一份低首期、低月供嘅置業珠海中山樓盤嘅資料，大家可以留言低首期領取啊！